才花了13.9块就抢到了这件不挑年龄、不挑身材的睡衣连衣裙。收到货以后，老妈都夸她好，让我赶紧也帮她抢一件。这种莫代尔的面料，凉丝丝滑溜溜的，夏天穿透气又排汗，穿在身上就像裹着微风一样舒服自在。自带胸垫的设计太贴心了，和老人一起居住也不会感到尴尬。下楼倒垃圾、逛超市，直接套上就出门。多款颜色都是今年超火的减龄色调，穿上自带温柔滤镜，整个人看着年轻又有活力。关键这么高品质的睡衣连衣裙只需要13.9块，要不是商家618搞活动，平时这个价格根本买不到。趁活动链接还在，喜欢的姐妹赶紧。我婆婆习惯在家不穿内衣，我又不好说她，于是我就给她买了2套这种自带胸垫的睡衣，防凸点，穿着又舒服自在，解决了很多女生的小尴尬。穿着它出门倒垃圾、拿快递都很方便。这个面料是莫代尔的，穿着轻盈舒适，柔软亲肤，穿上之后让人感觉仿佛置身轻柔的云端，晚上睡觉也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安逸。面料弹性很大，90斤到150斤的姐妹都可以穿哦。胸垫做了透气设计，加强了吸湿排汗，哪怕是大夏天穿也不会闷热，像是在身上安装了个小空调。还不赶紧点击链接，在这个夏天里让它给你完美的睡眠。